1970年夏天的香港，夜晚永遠比白天更熱鬧。旺角彌敦道上，人群匯聚，電車叮叮聲不斷，街坊店鋪嘅霓虹燈閃出金色、粉紅色同藍色嘅光，照亮舊樓嘅外牆。在呢個擠迫又活力嘅城市裏，有一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嘅青年，鄧子浩。24歲，做住碼頭雜工，搬箱搬貨，收工後就返木屋區幫阿媽煮飯。佢冇背景，冇勢力，只係一個努力揾食嘅香港仔。而佢冇想過，一個普通嘅夜晚，會成為佢人生最大嘅轉折點。減號減號減號，窄巷中嘅影子，子浩收工後，一路由油麻地步行返旺角，行經廟街後段嘅時候，風突然大咗，燈牌微微搖晃，街上有人細聲講話，有人收緊檔口。佢經過一條漆黑窄巷時，聽到啪一聲玻璃破裂音。佢擰住，剛想走開，一個男人猛然撞出巷口，撞到佢膊頭。謝，嗰男人粗聲講，轉身塞咗一個細細嘅布包入子浩外套袋入面。喂，你做咩？未講完，男人已經消失喺漆黑角落。子浩擰住唔知點好，但下一秒，兩束強烈手電筒光打落佢身上。香港警務處，你企定，雙手抬高，三個穿住深藍色制服嘅警察快步衝入巷口。減號減號減號，警燈下的誤會，子浩被帶返油麻地警署，佢完全唔知自己做錯咗咩。審訊室燈光刺眼，木桌上放住嗰個布包。警長隨即幫面無表情咁打開包裹，裏面係20幾件金飾，同一張仍然留有血跡嘅手套。今晚尖沙咀金行爆竊案嘅贓物，徐警長沉聲講。子浩直搖頭，唔係我，真係唔係我，係有個人塞俾我嘅，我都唔知咩嚟。你有證人嗎？警長問。子浩沉默，佢冇，佢只係一個返工返到攰嘅普通人，除咗自己，誰會證明佢無辜？減號減號減號 ，IV 轉機來自一個小細節，時間已經凌晨2點，子浩感到絕望，甚至開始諗自己會唔會就咁背一世黑鍋。突然，審訊室門被推開，一名交通巡警快步走入，係年約30歲嘅黎國榮。徐 Sir， 等等，國榮開口，我剛好喺廟街尾巡邏時，見到一個黑人衫戴 cap 嘅男人撞向一位碼頭工，然後轉身跑走。嗰個碼頭工應該就係佢。徐紀邦抬頭，你肯定？肯定。嗰個男人符合金行爆竊嫌犯描述，瘦，戴 cap， 右腳跛少少。審訊室一片寂靜，國榮望住子浩，我見到佢被撞嗰下，佢嚇到呆咗。唔似係賊，子浩第一次覺得呢個城市裏仲有人願意信一個陌生人。減號減號減號 ，3 追捕真兇。根據國榮嘅描述，警方沿住廟街同上海街方向搜索。凌晨4點幾，喺油麻地天橋底，警員發現一個男人企圖跳上貨車車尾逃走。佢右腳跛，戴 cap， 站住，警察大喊。嗰個男人回頭，眼神驚慌。佢係本地街頭賊鬥出名嘅扒手，阿刁。經過一輪追逐，阿刁被按倒喺地。警員從佢外套搜到另一袋金飾，同埋金行破門用嘅鐵鈎。證據確鑿，真兇落網。減號減號減號，快！霓虹燈下的新一天，天光時分，子浩被叫返審訊室。徐警長打開手銬，鄧子浩，你可以走了，你冇罪。子浩深深呼一口氣，眼泛淚光。多謝你哋，多謝真係有人聽我講。國榮拍拍佢肩膀，下次記住，唔好咁易信街上啲怪人。子浩苦笑，我連佢係邊個都唔知。警署大門打開，外面嘅彌敦道再次繁忙起嚟。
晨光照住街道，霓虹燈逐一熄滅。子浩站喺門口望住城市，佢今日冇坐黑奴，只係因為一個警察留意咗佢被撞嘅瞬間。佢知道自己喺1970呢個動盪又充滿機會嘅香港，差點就被命運誤傷。而今日，佢會繼續生活，繼續努力，因為命運有時只差一線，但香港永遠有希望。減號減號減號。